主厨好时刻，来阿炳哥，哎，乜个羊肉料理啊？今日搞的呢？羊肉啊，你会做的泡菜羊肉煎饼，羊肉煎饼哦。羊肉煎饼。你讲像个海鲜煎饼，嗰种煎饼，韩式嘅嗰种煎饼。韩式的。煎羊肉的啊？係啊，用羊肉，但是咧講，你講海產啊，海產叫咱來可能煎下好會熟，應該羊肉啊，其實人會先處理過，先來小個先炒過。哦，先炒過啊？哎，小個先炒了7分熟、8分熟樣嘅，好，當表用辣，好，長到一分膠用下。哦，哎，還泡菜呢哦。泡菜啊，韓式泡菜。哦，對。好，應該先到你嘅粉吼，先準備落。你袂分嘿，先大亂。兩隻卵。要他們一度誒100克。200克。要200克。嘿。2粒100克1粒卵。嘿。啊，做500克就5粒卵。嘿。100克，200克2粒卵哦，好。還有粉。麵粉體嘛哦，純麵粉嘛，中筋麵粉。中筋麵粉，好。先亂搭哦。先要卵哦，要粉這小甜甜的膠。像現在講強濃的咧東西啊，吼，強濃的一隻卵兩隻卵，你卵太細就沒有檢查。哦，嘿。我標的順序沒有差。今天看跟那跟照呀。還有水。水甜麵粉的比例咧？都係2比1啊，但是其實係做算1比1，因為應該你講吼，加做啲加啲泡菜汁。哦，好，對嘛？泡菜汁算到水的底部。嘿，你呀吼，做啲落嚟嘅泡菜汁，好，接出來，唔辣吼，做啲到加到水。哦，泡菜汁液體嘅全部算到水底部差不多。嘿，差不多1比1。你摸水嘅時，去啲加咗未？2度呢？一年啊，越來啊。好，差唔多嘛，哈，3度度咧哈，差唔多1比1哈。中央係天天係每倒落去啊。係，上次我喺講粉係冇量到凍準，要檢查到啊。可能一排水下也是來唔切嘅。我倒到冇起嚟嘛，係液體嘛係嘛。其實上講要粉哦，到啲量都要檢查到是差到一啲啲。哦。用呀，那就找到，哎呦，很多。好，哎，我差不多呢。所以我來近哦，要小個尿樣嘅，好，你去來，好，你去來要樣嘅，我多少尿，好，尿嘅感覺，好，喺邊度嚟蒜泥，哦。泡菜，我不要很多。對啊，自家係學下澎湃嘅。哦，對啊。係切掉香菜落去。先不要落去哦。係，不用底部，要不到底部嘅香菜啊，嚇，為咗佢切到油油嘅。係。我陣時可能切到中太地啊，佢煎到汪汪。哦，這就看唔出來。係看唔出來，但是要。它底部有啲香菜嘅味，一個小米這樣啊。攪好落啊，先冰定，好幫佢冰一下，開始嚟處理啲羊肉。羊肉哦，你睇羊肉每次要不用攞去煎啊？會啊，我直接嚟小鍋嚟炒牙頭咧。哦，之前炒鍋上叫佢煎哦。係。因羊肉煎餅應該唔係廣東魚飯麵，應該係魚飯麵嘅吧？係哦。佢記得安裝煎海產好多，應該叫好鮮肉。應該你講叫牛啊、羊肉啊，其實都做未凍過去。比較煎啊。呢隻羊肉係炒啊，咁直到佢炒到全熟，炒到7分熟咗咧。7分熟，你等下煎。係。其實羊肉唔係像牛肉誒，是長長嘅嗬。係啊。
哦，7分熟。对，都还有点风风吧。因为大家还要去做加热。还有点点风风子怕哈，我不易变下辣。哦呀，好，因为唔口水用，人家用嘅粗水，硬是当烤啊，譬如哦，好像是。系啊。伊起件惯性的意思，直接到了炒好中药哈，或者用下去。哦，放在面糊里啊。佢应该就我阿讲上个，要改肉，吼，起身就会变好，但是会记得，吼系好难熟的肉啊，用了改肉啊，吼，那个煮肉可能好难熟，我先要去处理过，先煎过，煎得熟咧，再变落去。哦，这我们变了熟的已经用冇熟。系啊，你看佢应该用要先炒过，吼，因为后呢度要去后半天讲一天会熟，吼，冇相是讲咧肉还会出水啊，跟住会出水。要烧咧哦，少用冰啊，冷油，哦少用冇冷油哦。用下去。真材实料呢，不是发鼻炎哦。平均分配哈，咱们有的熟有的冇熟。呢個係芒變，我東啱爭變嘅係嘛？係，咁嘅就講鼻炎，係米山。你就去本機我歇下。你歇未啊？係啊，就去本機歇下，等個後會熟。好，佢咧煎餅嘅意思係啲講，佢卵嚟變幾多，粉嚟變幾多，好，翻嚟比例，好，佢係做動作中，粉漿咧，粉漿一條吼，如果開散咧，講緊嘛泡菜嘅，泡菜嘅係乜加乜用乜用，我哋做得。佢做甜嘅未做得啦。甜咩？係啊，甜餐嘅做甜嘅。甜即係有凍佢先嘛？唔會啊，甜嘅煎埋啦。點樣？做得變到水果啊，變到甜嘅東西。有水果。係啊，從煎餅用。係啊。係咪做煎泡嘅嘛？唔係用泡菜嘛？嗬。係啊，唔係用泡菜啊，你就係啲講卵嚟幾多，粉嚟幾多，水變幾多。哦。其實做啲係面糊嘅。其實上先講演戲嘅片頭就講笑。剛講東南那一邊過來啊，其實咪就煎水洗渣。哦，水洗渣就煎餅樣嘅，但是佢一個一本200、300煎好洗渣的，好洗渣的。國產料啊，一邊做的。係，一開始應該喺長頭上嘅，用切上。金黃色，用砂紙抹砂紙嘅，上刷。走起。你將個麵粉啊嚟摸熟啦，要浸梅頭。係。哦，越南人講係哦。用這樣子。你我第二天啦，我聽講。電動機咯。你就去走來，好，你就要走，好，讓佢變過來。過來去轉理一下哦。有時候過來去爆起來樣嘅。爆起來。煎一半去，好，來去爆起來。呢邊我用玉米啊燜，都給煸的，好，你不給熟。哦。呢邊那邊是切。哦，我煎炒咩啊？煎一半樣爆起來。哦。哦。睇下條調油膏。用調油膏做的。調油膏時候咧，
可以会做一边叫蒜蓉酱啊，辣椒酱咱做得。土蛋糕。可以切，你讲你好喷啊，等下通去煨下，是有味道咧。对，做去配点是。顺条咪还有一项东西做得配。泡菜。熟的泡菜，也係没算常见，做回泡人的泡菜。人的。这个做掉了，做配菜。有演习耶，是这面做在配，唔係講擺醬嘅啲。我們泡菜。口味重就咁樣熬啦啊。哦，都會啊。對。泡菜羊肉煎餅，講是咯。泡菜羊肉煎餅，泡菜、鹽絲、雞卵、麵粉加水攪到粉漿，等羊肉炒到7分熟以後。搞到較好的粉漿底度，等粉漿放喺鍋嘅上，用文火煎到兩面擦擦以後，然後淋上調油膏，安尼做得嚟。